方們唔好意思，而家先送上下集，仍然都係佢嘅一貫作風，由古巴講到中國，講到聯合國，平實得嚟，原來佢都幾玩得嘅，好唔阻大家欣賞啦。我幾好奇你同南方司令部會面有張相，你背後有一幅古巴地圖，你同南方司令部傾咗啲咩關於古巴嘅嘢？另外格陵蘭嗰邊有冇咩最新進展？我點會話你知我同南方司令部傾咗啲咩？但係一定同古巴有關。我意思係古巴屬於南方司令部轄區，係最近嘅一部分。第二點，當時我同西半球大使都喺度，正向佢哋發表講話，並同新接管南方司令部嘅將軍見面。嗰度咁啱有一張古巴地圖，我就話喺張地圖前面影張相都幾好，因為佢係南方司令部轄區入邊離美國最近嘅地方，就係咁樣。但我哋仲有其他國家嘅地圖，但係格陵蘭嗰邊點啊？有冇咩消息？冇，佢哋嗰度冇嗰張地圖，佢哋只有南方司令部嘅着紅色衫嗰位，就係嗰度着紅色衫嗰位。紅色衫 Telemundo Christina， 我可以用西班牙文問你，定係用？可以用西班牙文問。非常之感謝。但係之後我要幫佢哋翻譯定係你翻譯？咁我用英文講啦。如果你可以用兩種語言回答就最好。我今日睇咗國務院嘅網頁，上面仲有對內政部長 Diosdado Cabello 嘅2500萬美元懸賞，罪名係販毒同毒品恐怖主義。我想知呢件事係咪已經暫停咗，定係你正同 Delcy Rodriguez 總統談判緊？將佢交出嚟。喺呢點我冇更新，網頁點寫就點，情況就係咁，政策冇變。不過大家，我意思係我哋成熟啲啦，我唔會話你知我哋同呢啲國家嘅領導人傾緊啲咩。國務院係咪仲好似網頁上面所講咁，將 Diosdado Cabello 視為毒品恐怖分子同販毒者？美國喺呢個問題上嘅政策冇變，如果有變，我哋會通知你。美國喺呢個課題上嘅政策並冇改變，如果有變，我哋當然會通知你。但我今日冇任何相關消息。着綠色衫嗰位，我會輪流叫你哋，你哋全部都係電視台嘅人。Yes. 好，請講。唔好意思，請。我仲學緊，佢哋俾咗張人物地圖，我唔知擺咗喺邊。有啲人個樣打咗個大交叉，唔係真嘅。請講。多謝國務卿先生。目前全國平均油價係4.5美元。你有冇諗過美國人仲要忍受呢種情況幾耐？你認為呢樣嘢會唔會影響共和黨喺中期選舉嘅多數地位？我唔會去揣測當中嘅政治因素。你可以話我知，我嘅意思係好明顯呢件事係受全球局勢驅動。俄烏戰爭期間都係咁，當時都見到呢種情況。呢個係睇下我哋從海峽中獲得嘅利益唔似其他國家咁多。我唔知你有冇見過世界其他地方嘅油價，佢哋真係受緊好大苦。所以我哋好幸運，美國目前我相信係全球最大嘅石油同天然氣淨出口國。結果係唔係因為呢場戰爭，而係因為我哋有呢種能力。所以喺某種程度上，我哋受到咗保護。顯然，我哋喺一定程度上仍然容易受到全球價格影響。所以，但係歸根究底，我意思係我哋比其他國家受到更多保護。雖然對要比貴油錢嘅美國人嚟講，呢個絕對唔係好消息。而呢個確實係其中一個情況。有人預測到咗呢個階段油價會更高，但係我哋唔會掉以輕心。總括嚟講，呢個係大家可以咁樣諗，每個人都應該咁樣諗。如果伊朗有核武，而佢哋決定封鎖海峽，令我哋嘅油價升到9蚊或者8蚊一加侖，我哋根本無計可施，因為佢哋有核武。一個擁有核武嘅伊朗可以對海峽為所欲為，而冇人可以阻止到佢哋。除咗核攻擊會造成大量傷亡之外，呢個亦係伊朗絕對唔可以擁有核武嘅眾多原因之一。我嘅意思係，呢個就係一個例子。如果佢哋有核武，佢哋封鎖海峽，然後同全世界講你哋可以點樣？我哋有核武，我哋可以用嚟攻擊你哋。呢個係我哋邊個都唔想留低嘅世界。喺呢位總統任內唔會發生，但未來嘅總統同未來嘅美國人，你知啦，將來都要面對呢個問題。所以呢個只係另外一個例子，說明點解絕對唔可以俾呢班人擁有核武。嗰邊着黑色衫嗰位就係你，着黑色衫嗰位女士。多謝你，部長先生。等陣唔係，係嗰度你啊，你哋兩個都係着黑色。佢近啲，唔係你，你唔係着黑色，你係着藍色。雖然我有色盲，但我分得出藍色同黑色。就嗰個係女士，唔係你。我第一個叫各位。多謝你，部長。各位，你哋真係超混亂。請講。歡迎嚟到白宮。你長期以嚟一直係中國人權問題嘅領軍人物，包括宗教迫害同強摘器官。所以隨住特朗普總統準備下星期同習近平會面，你預計人權問題會唔會擺上台面或者進行討論？我哋一向都有提出呢啲問題，而且事實依然係咁。
我諗我哋已經證明咗喺某啲情況下喺適當嘅場合提出係最有效嘅。但我哋始終會提出呢啲問題，當然呢啲問題對我哋嚟講好重要，其他問題亦都係。但喺我哋睇嚟，喺我哋討論呢啲事情嘅時候，呢啲問題依然好突出。我哋會繼續喺適當嘅場合提出。好啦，等我哋照顧下前面，唔係呢班人會好嬲。請講。多謝美聯社嘅 Sherman Kennedy。你頭先提到有啲國家已經私下同公開表示願意協助自由計劃，你可以講下有幾多個咩？有幾多個國家主動聯絡美國提供協助？佢哋又提供咗咩能力？我係話唔係多謝你嘅提問，呢個係一個好問題。我係話多個國家都表示我哋必須採取行動去解決呢個問題。係幾十個定個位數定超過100個？我唔會俾一個具體數字，我只會話俾你聽。關於呢一點，我會咁樣講，能力先至係問題所在，明唔明白？好多國家都好想出一分力，但係佢哋冇海軍係咪？或者佢哋趕唔切，或者係根本去唔到。至於其他國家呢，你知啦，就冇咁積極。有啲確實擁有海軍嘅國家竟然話：我哋會參與，不過等件事完咗之後，我哋先會參與。事情結束之後咁樣講，你明啦，都算合理。所以你知啦，我哋都想有佢哋參與。而家喺封鎖之後嘅任務中，可能會有啲用處。我唔係要貶低呢一點，但我諗呢個一直係挑戰。但佢哋仲有其他幫手嘅方法，一啲獨特嘅方法。基於顯而易見嘅原因，我唔想透露呢啲係邊啲國家。你知啦，因為佢哋準備以特定方式幫我哋，但可能唔想公開，冇其他原因。只係因為會影響外交政策，或者可能會有啲國內影響。但歸根究底，我唔想誤導你。呢個自由計劃嘅主要責任係喺美國身上，因為我哋係唯一能夠好似而家咁喺世界嗰個部分投射力量嘅國家，我哋係唯一做得到嘅。而我哋會咁樣做係對全世界嘅一種貢獻。請明白呢一點，呢個係對全世界嘅恩惠，因為受困嘅係佢哋嘅船，受困嘅係佢哋嘅燃料供應。順便提下，仲有佢哋嘅人道救援物資。係運去世界各地唔同國家嘅人道救援物資，而家都困咗喺波斯灣。係佢哋種植糧食同農作物所需嘅肥料，困咗喺波斯灣，唔係我哋嘅肥料，係佢哋嘅肥料。所以我哋想提供協助，呢個亦都係點解總統企出嚟嘅原因，因為只有我哋先做得到。坦白講，只有我哋先做得到。部長先生，關於石油同天然氣價格上漲，總統講過，為咗消除核武器，呢個只係好細嘅代價。但係過咗10個星期，我哋係咪真係接近咗消除伊朗嘅核材料？係，但係你睇下，應該咁樣去睇伊朗。呢個亦都係我一開始所描述嘅。伊朗嘅計劃係咩？你一定要明白佢哋嘅計劃係乜嘢。佢哋嘅計劃係想建立一個傳統武力護罩，利用成千上萬嘅導彈、無人機同火箭，令到人哋冇辦法攻擊佢哋。而喺佢哋試圖建立呢個傳統武力護罩嘅背後，佢哋就可以隨心所欲咁去突破同發展佢哋嘅核計劃。而家佢哋已經冇咗呢個傳統武力護罩啦，明唔明白？我哋由一開始就話俾大家聽，而且我哋嘅信息一直好一致，已經結束嘅行動係要摧毀佢哋嘅海軍。佢哋已經冇晒海軍啦，真係冇晒，一艘軍艦都冇。佢哋得返啲小艇同波士頓步兵船，但係已經冇晒海軍。佢哋亦都冇晒空軍。我問你，你上次見到或聽到伊朗戰機飛行係幾時？佢哋冇空軍，導彈發射能力大幅削弱，國防工業基礎受到嚴重破壞。所以佢哋想建立一個護罩嚟掩護核計劃嘅能力已經被徹底摧毀。呢個係一個好重大嘅成就，亦都係今次行動由第一日開始就定下嘅目標。但係為咗結束呢場戰爭，係咪一定要攞到佢哋嘅核材料？呢個就係其中一個需要討論嘅議題。我唔係好清楚，我覺得你將兩件事掛咗鈎，行動已經結束咗，史詩之怒已經完咗，總統亦已經通知咗國會，我哋已經完成咗嗰個階段，明唔明白？我哋而家進入咗呢個自由計劃。至於講到談判，我覺得總統已經講得好清楚，談判過程嘅一部分唔單止係關於濃縮程序，仲要包括點樣處理埋藏喺深處，只要佢哋想挖翻出嚟，就仲可以接觸到嘅嗰啲物料。呢個問題一定要解決。而家談判緊嘅亦都係呢一點。我唔會再進一步透露呢個課題有咩進展，因為我唔想危及談判。但可以肯定嘅係，總統同成個團隊都意識到呢個問題嘅核心地位，無論如何都一定要解決。嗰邊係。多謝部長，我有另一個分兩部分嘅問題想問你。第一，你有冇參與你頭先詳細説明嘅嗰啲談判？第二，特朗普總統已經明確表示美國唔依賴霍爾木茲海峽，咁點解美國人仲要關心自由計劃同埋呢啲經過嘅油輪？我想先回應第二點，就係點解美國人要關心，同埋點解呢件事對我哋好重要？因為歸根究底，呢啲事會影響全球經濟，長遠嚟講，最終會影響到我哋嘅經濟。呢個係第一點。第二，
因為如果我哋生活喺一個容許好似伊朗政權咁樣嘅流氓國家，將控制國際航道視為新常態嘅世界，好快你就會見到世界各地多條航道都會發生同樣嘅事。我可以為你指出六七條至關重要嘅世界各地嘅航道。如果一啲國家可以決定，喂等等，如果伊朗可以咁做，我哋都不如咁做。我哋而家都開始收通行費，呢種情況會離我哋越嚟越近，呢樣係唔可以接受嘅。我哋唔可以生活喺咁樣嘅世界，我哋投入咗好多時間同精力去維護公海自由貿易、貨物自由流通呢個理念。我哋國家製造同出口嘅貨物必須經過國際航道。如果我哋生活喺一個國家可以隨意決定，而家呢條國際航道係我哋嘅，你想用就要俾錢，呢種常態我哋係絕對唔會接受嘅。而呢樣正正就係伊朗人想逼我哋接受嘅，所以我哋正喺度採取兩項行動，而我哋對第二項行動嘅討論仲未夠。我哋做嘅第二件事係去聯合國，大家都中意聯合國係咪？我哋正嘗試去聯合國，我哋會話好啦，世界各國請譴責呢件事，話俾佢哋聽，喺嗰度報水雷係錯嘅，向商船開火係錯嘅。各位，呢個就係我哋而家講緊嘅嘢。呢班人呢正喺度轟炸商船，佢哋唔係轟炸軍艦，佢哋係炸緊商用油輪，簡直係令人髮指。呢種行為必須停止，必須結束。如果唔係，全世界都應該喺外交同經濟上孤立伊朗。但如果我哋生活喺一個全球航道可以被國家霸佔嘅世界，無論短期定長期，都會直接影響到美國人。我哋唔可以由伊朗開呢個先例，而且我哋係唯一可以採取行動嘅人。國務卿先生，總統下星期訪華嗰陣，打唔打算就台灣政策向北京施壓？我肯定台灣問題一定會傾到，一向都係咁。如你所知，我哋明白中方了解我哋喺呢個議題上嘅立場，我哋亦明白佢哋嘅立場。我認為雙方喺唔預測會談結果嘅情況下，我諗兩國都明白維持嗰區嘅穩定係符合大家利益嘅。我哋唔希望見到台灣或者印太地區嘅任何地方出現動盪。我認為呢一點對美國同中方都有共同利益。我係來自 Lindell TV 嘅 Kara Cashton， 多謝你今日接受我嘅提問。國務院點樣點？發生咩事？點解大家喺度偷笑？發生咩事？你哋唔好意思，係咪笑埋我？唔係？哦，好。我諗佢哋唔係我。Lindell TV 嘅 Kara， 國務院點樣解讀總統最近嘅言論？佢話引述伊朗人民需要有槍，而我認為佢哋正喺度攞到一啲槍。引述完畢。佢係咩意思？呢啲言論係咪同美國任何進行中或潛在嘅行動有關？例如提供呢啲武器？我諗呢個問題可以追溯翻我頭先被問到嘅問題。我諗總統覺得伊朗人民受到呢個政權咁樣嘅虐待係好令人心碎嘅。歸根究底，我係話呢個政權並唔，各位我知道我講過呢番説話。我諗我喺參議院確認我職位嘅聽證會上都講過，我唔知道世界上仲有邊個國家人民同統治者之間嘅差異會比呢度更大。呢個國家係由激進嘅什葉派教士統治，而呢啲並唔代表伊朗同伊朗人民，佢哋可能係什葉派，但佢哋唔係激進分子，亦唔係教士，佢哋只係想要正常平凡嘅生活。喺好多方面，呢個係一個擁有輝煌歷史嘅國際化國家，擁有輝煌嘅歷史、驚人嘅遺產等等。所以伊朗人民同政權之間存在巨大鴻溝，我哋好同情佢哋，總統亦好同情佢哋，因為受苦嘅係佢哋。聽住，全世界都係伊朗嘅受害者，好嗎？全世界都係受害者，因為佢哋係恐怖分子，因為佢哋而家喺海峽所做嘅嘢。但伊朗人民每日都係呢個政權嘅受害者，總統對佢哋嘅遭遇深表同情。我諗佢只係表達緊嗰種同情，同埋對佢哋無力推翻呢個政權嘅沮喪。呢個政權摧毀咗呢個國家，令佢與世隔絕。但呢個國家唔應該被孤立，因為佢嘅人民係非常出色嘅。好，我真係希望有粒色仔，你請講。你 no， 就嗰位意大利，等我同呢位先生傾下。我識佢，佢係意大利人，以前採訪國會山莊好多年啦。你係意大利人係嘛？好多年啦 ，OK。Daniel Competangelo， 國務卿先生，我有兩個簡短嘅問題想問你。Damn， 又兩個問題。首先喺你前往梵蒂岡同意大利之際，你點樣睇教宗喺目前地緣政治轉變中嘅全球角色？你喺意大利嘅目標係咩？呢次行程係咪同總統最近暗示意大利嘅支持不如預期嘅言論有關？第二個問題係關於黎巴嫩嘅真主黨。喺最近一次福斯新聞嘅訪問入邊，
你提到一啲你對黎巴嫩武裝部隊內部加強審查表示咗一啲擔憂。你有咩睇法？可唔可以詳細講下？我已經答咗第一個關於梵蒂岡嘅問題。教宗明顯係基督代表，作為羅馬天主教徒你知啦，但係佢都係主權國家元首。無論好壞，呢個組織喺全球100多個國家都有足跡。我哋同梵蒂岡有好多接觸，因為佢哋喺好多唔同地方都有影響力。我已經同你舉咗2個例子。我哋同天主教會合作喺古巴分發人道主義物資。我哋同天主教會一樣，都好關注宗教自由被破壞，基督徒少數群體受迫害。仲有你知啦，非洲基督徒面臨嘅挑戰。教宗最近先去過嗰度，所以我哋同佢哋有好多嘢可以傾。而喺呢方面，我同佢哋都有唔少交流。所以呢次行程其實同其他嘢冇關，純粹係因為我哋同佢哋交流係好正常嘅。以前其他國務卿都係咁做。關於黎巴嫩嘅第2點，亦都係頭先有人問過嘅問題。仲有意大利，意大利嗰部分係咩話？關於對總統嘅期望呢？我唔係聽住。我意思係意大利人喺嗰度參與咗好耐，幫手培訓警察同埋佢哋嘅部隊，所以我哋好想聽下佢哋嘅意見。而且聽住，我哋最終歡迎所有人嘅幫忙。黎巴嫩必須發生嘅事，亦都係大家都想見到嘅，就係有一個有能力去對付真主黨並將佢哋瓦解嘅黎巴嫩政府。唔應該存在真主黨一個政府，正式政府有一個呢種情況，應該係成個國家歸於政府管轄。如果我哋做到呢點，以色列同黎巴嫩之間就會有和平。但我哋必須建立黎巴嫩人去做呢件事嘅能力。我認為意大利喺呢方面可以提供到幫助。你可唔可以講下嗰份決議案嘅目標係咩？上個月都有一份類似嘅，但係俾中國同俄羅斯否決咗。你同俄羅斯外長傾過，你而家係咪有把握俄羅斯會支持呢份決議？其實我哋都唔知，大家都唔想再見到決議案被否決。我哋喺字眼上有少少微調，但被唔被到 veto 就真係未知之數。不過啲措辭其實唔係好複雜，我覺得呢個對聯合國嚟講係一個真正嘅考驗，係咪？作為一個機構，一個應該要發揮作用去解決全球問題嘅機構，聯合國嘅宗旨係咩？聯合國本應係一個可以和平解決全球衝突嘅地方。而家有一個國家正喺度以非法犯罪同違法嘅手段強佔國際航道，炸毀商船，仲喺水入面佈置水雷。我唔知大家明唔明白呢件事有幾咁離譜，有幾咁令人難以接受。竟然有國家開火想擊沉商船，仲要放水雷，呢2樣嘢都係違法嘅。所以我哋會將呢件事提交俾聯合國，我哋會再俾聯合國一次機會去發揮論壇嘅作用。我哋甚至唔係要求各國派兵去個區幫手炸毀伊朗嘅船隻，我哋只係要求佢哋譴責呢種行為，要求伊朗停止炸船，清除呢啲水雷，並容許人道救援物資通過。因為而家有人道物資被困住咗，就係咁簡單。呢個係一個非常卑微嘅要求。如果你同我講國際社會同埋成8個國家都唔可以團結一致支持呢點，如果連咁直接嘅問題都解決唔到，咁我都唔知聯合國個制度仲有咩用。我認為無論係對中國定係俄羅斯，我都會據理力爭，而且已經爭論過，通過呢份決議並向伊朗施壓係符合佢哋利益嘅，因為佢哋都唔想見到國際航道包括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從而令到全球幾10個國家陷入經濟混亂。跟住後邊戴黃色呔嗰位係好嘅，慢慢講。國務卿先生，我係 CBN 新聞嘅記者，你對上帝同國家都有好深厚嘅信仰。好問題，我中意。請繼續。你經歷過咁多事，工作咁繁忙，大家都知道。我想問你喺此時此刻，你對美國有咩寄望？你問我對美國嘅期望，同埋你係點樣去面對呢一切嘅？聽住，我對美國嘅期望一直都冇變。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大家共同嘅期望。我哋希望美國繼續成為一個無論你嚟自邊度都可以成就任何事嘅地方。喺呢度，你唔會受限於你嘅出身背景，唔會受限於膚色或者種族。坦白講，呢度係一個你可以克服挑戰、發揮所有潛能嘅地方。坦白講，我覺得呢個應該係全世界每個國家嘅目標。的確，美國唔完美，我哋嘅歷史亦唔係完美，但仍然比其他任何國家嘅歷史都要好。美國嘅故事就係一個不斷進步嘅故事。每一代人都為下一代美國人留低咗更自由、更繁榮、更安全嘅環境。呢個亦都係我哋嘅目標。美國係一個獨特、與眾不同嘅國家。當我哋即將迎嚟建國250週年之際，我覺得我哋嘅歷史有好多值得學習同自豪嘅地方。呢個係一個不斷持續進步嘅過程。每一代人都盡自己本分，努力將建國元勳嘅願景變成現實。我仲有時間回答多2個問題。
好，嗰邊着粉紅色衫嗰位，唔係，係你嗰邊嗰位女士，唔係，係你隔離住粉紅色衫嗰位，唔係，係粉紅色嗰位，唔好意思，我係指緊佢，我諗我要用激光筆先得，唔係你，係着粉紅色外套嗰位女士。非常多謝你，部長先生。我想問關於伊朗同中國關係嘅問題。OK，你對伊朗外長訪問中國有咩反應？另外，北京指示佢哋嘅企業無視美國嘅制裁，你可唔可以回應埋呢一點啊？呢方面我會建議你向財政部查詢，我哋係有唔同嘅選項。如果你無視我哋嘅制裁，你將會面臨2級制裁。我今日冇相關嘅公告，但你要知道，我哋做呢啲嘢唔係為咗做樣。關於訪問嗰點，我覺得冇問題。我希望中方會坦白同佢講清楚佢需要聽嘅説話，就係你喺海峽嘅所作所為，正令你被全球孤立。喺呢件事上面，你係衰人，你哋唔應該炸毀船隻，你哋唔應該佈置水雷，你哋唔應該挾持全球，企圖挾持全球經濟。我希望中方無論係私下定係直接，都能夠向佢哋傳達呢個訊息。正如我今日早前所講，中國係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我唔係代表中國嘅利益講嘢，但事實好明顯，中國係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即係話佢哋依賴其他國家向佢哋買嘢。如果運唔到過去就買唔到，如果經濟被伊朗嘅行為破壞，亦都買唔到。所以伊朗停止封鎖海峽係符合中國利益嘅，因為咁樣亦都損害緊中國。嗰邊戴紅色呔嗰位先生，唔好意思，你叫咩名？哥倫比亞廣播 Liz Landers。OK。另一個關於中伊關係嘅問題，你喺開場白提到每一種金融狀況都會成為目標，呢個係咪包括中國嘅銀行？總統會唔會制裁中國嘅銀行？我哋會執行我哋嘅制裁。我而家冇公告，要由財政部發布，但我哋已經有制裁措施。如果制裁完你唔去執行，咁就形同虛設啦。所以我諗呢一點已經好清楚。財政部會跟進任何具體嘅公告。總之，我哋對制裁係認真嘅。伊朗必須為佢哋嘅所作所為付出代價，否則如果佢哋可以唔使付出代價就全身而退，你將會見到世界各地其他國家都會想效法，呢樣係唔可以接受嘅。我想再次重申呢一點。我哋一直喺度爭論戰爭、槍擊等等嘅事，但呢啲人封鎖咗一條國際航道。霍爾木茲海峽並唔屬於伊朗，佢哋冇權封鎖航道、炸船或者布雷。但係佢哋偏偏就係咁做，呢個問題必須要解決，否則呢種行為會被常態化。我哋絕對唔可以接受呢種事變成正常，即係話你要同伊朗協調，仲要交過路費先可以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呢樣嘢唔單止喺海峽係唔可以接受，你仲開咗一個壞先例，令世界其他地方都可能發生同樣嘅事。全世界都應該同我哋一齊譴責呢件事。順便講句，全世界都應該同我哋一齊採取行動，唔應該淨係得我哋。我哋希望爭取各國支持，我哋會喺聯合國俾佢哋一個採取行動嘅機會。好啦，最後一個問題。好，嗰邊嗰位着白色衫嘅女士。多謝你，部長先生。部長先生。等陣，停一停先。你講。我再答多2個就走啦。係，請講。伊朗表現出咩話？我係 Political 嘅 Sophia。OK。伊朗已經表明佢哋能夠承受巨大嘅壓力，而尋日特朗普總統話佢哋嘅石油儲存空間可能喺2星期內耗盡。你認唔認為呢樣嘢會令佢哋重返談判桌，放棄核野心？如果唔係，咁會係咩呢？聽住，佢哋嘅經濟正遭受毀滅性打擊。你講得啱，但唔係因為佢哋頂得住壓力，而係佢哋根本唔在乎人民受苦。你明我意思㗎啦？頂得住壓力同根本唔 care 係2回事。當然，伊朗體制內有啲人會比其他人着緊啲。你喺電視見到嗰啲着西裝嘅政客，佢哋會在乎，因為佢哋最終要面對現實。但政府入面另一派，即係神職人員、伊斯蘭革命衛隊嗰班，佢哋可能對呢啲壓力免疫，根本唔當係一回事。佢哋最關心嘅只係不惜一切保住政權。但歸根究底，壓力點就係咁樣。佢哋而家分歧係咪比以前更加大？因為政府話伊朗政權內部撕裂，令到情況變得好棘手。喺外交上同佢哋打交道一直都好困難，因為例如我哋提出一個方案，往往要等5-6日先有回覆，因為要經過成個體制審批，佢哋要揾到唔知匿埋喺邊嘅最高領袖，要得到佢簽署同意。呢個就係佢哋嘅體制，佢哋嘅體制一直都係咁樣層層遞進。顯然，由於佢哋喺戰爭中遭受嘅破壞，情況變得更加複雜。但係總括嚟講，伊朗必須付出代價。
佢哋絕對唔會因為突然良心發現而改變立場，必須對佢哋施加壓力，令佢哋意識到唔可以繼續封鎖海峽，否則將面臨毀滅性嘅經濟後果。仲有全球外交孤立，而事實證明佢哋以前係驚呢啲嘢嘅。你講得啱，佢哋嘅忍痛能力好強，但唔係無上限嘅，冇人可以無上限。好啦，最後一條問題，請講。部長先生，好多人都想知你打碟嘅時候嘅 DJ 度係咩？我嘅 DJ 度係咩？係啊，你個 DJ 度。你哋仲未準備好，我驚你哋受唔起。部長先生，關於戰爭，如果戰事重啟，因為你講過史詩之怒行動已經結束，總統亦講過，如果佢哋敢攻擊美國船隻，美國會將佢哋從地球上抹除。咁如果戰事重啟，你係咪只會喺自由計劃下進行？我係針對戰爭權力法嚟問嘅。聽住，史詩之怒行動已經完結，我哋已經達成咗嗰次行動嘅目標。我唔會，你知啦，我哋並唔希望再有額外嘅衝突發生，我哋更傾向於和平嘅道路。總統更傾向嘅係一份協議，佢更想坐低制定一份關於未來談判嘅諒解備忘錄，涵蓋所有必須處理嘅關鍵課題，全面開放海峽，令世界恢復正常。佢更希望透過 Steve 同 Jared 一直努力緊，我哋所有人亦一直支持緊嘅途徑嚟進行談判。呢個係佢屬意嘅途徑。到目前為止，伊朗並冇選擇呢條路，所以結果就係美國必須採取行動，因為我哋係地球上唯一有能力做嘢嘅國家。喺霍爾木茲海峽開闢一條航道嚟運送物資，並營救被困喺嗰度嘅人。呢個就係我哋而家做緊嘅嘢。未來會點發展？目前都只係推測，我唔會去推測需要付出咩代價或者會產生咩後果。但係聽住要傳達俾伊朗嘅信息係，呢班人正面臨緊佢哋嘅經濟，正面臨緊真正災難性嘅破壞，係影響幾代人嘅經濟破壞，係跨世代嘅經濟同國家財富摧毀，而呢啲都係佢哋自己嘅行為造成嘅。喺自取滅亡之前，佢哋應該要好自為之，唔好再執迷不悟。咁白宮係咪認為國會即將進行嘅呢啲投票已經變得毫無意義？各位，我好樂意談論呢個話題。你係講緊戰爭權力法？係啊。好啱晒啦！我一直都希望有人會問。好啦，等陣先，等陣停。你哋唔俾我答，我要答呢條問題。我真係好中意呢條問題。我話你知點解？因為就算我以前做參議員嗰陣，我都講過戰爭權力法係違憲嘅，100%違憲。呢個唔單止係我嘅立場，亦唔單止係現任美國總統嘅立場。由呢條法例通過嗰日開始，每一任坐喺呢個位嘅總統都係呢個立場，佢完全係違憲嘅。當然，我哋喺通知國會呢方面係有遵守嘅，因為我哋想同國會保持良好關係啊嘛，啱唔啱？我哋有做足，但我再講一次，就算我做參議員時，我都認為佢係100%違憲。聽住，我知道你哋有啲人想點講，但呢個唔係今屆總統獨有嘅立場。自嗰條法律通過以嚟，每一屆總統政府都持呢個立場，認為佢侵犯咗總統嘅憲法權力。我哋唔承認呢條法律係合憲嘅。儘管如此，為咗維持你知啦同國會嘅良好關係，我哋會遵守其中嘅部分內容。我哋希望佢哋參與，亦希望佢哋知情。我今年已經去咗國會山莊唔知4次啦，為咗所有參議員、眾議員、情報委員會同埋8人幫，我哋希望佢哋參與其中。但係我想喺戰爭權力法呢一點上講清楚，佢係違憲嘅，而且每一位總統同每一屆政府都採取過呢個立場。好啦，各位，我俾咗50分鐘你哋，唔該晒各位。